東東東睇寶島遊記健行篇，今次由位於關西嘅鴛鴦谷瀑布出發去馬武督山，經過一小段水田道路之後轉入原始山路。呢條路除咗可以去馬武督山，仲可以通去蓮包山甚至外寮嘴山。由起步開始，我哋就要不停向上爬，大約由650米高去到1000多米高。行咗一段之後，我哋就好似進入咗原始森林咁樣，入邊仲有好多杉林木。途中我哋就見到一個人工建設嘅水箱，因為隔籬就有一條小溪可以攞水。四圍嘅植物都生得好翠綠茂盛。我哋繼續向上行，途中遇到一啲比較斜嘅位呢，就有啲繩可以用嚟輔助。喺呢個原始森林入邊，四圍都有好多綠油油嘅樹葉，亦有長得非常之高嘅杉林木。除咗欣賞四圍嘅景觀之外，亦都可以用耳仔去聽下蟲鳥嘅聲音。終於嚟到1000多米高嘅蓮包山同埋馬武督山嘅叉口啦。由於呢度有唔同嘅叉口，所以呢就有告示牌提醒我哋注意。蓮包山我哋之前就去過啦，所以我哋今次呢就揀咗去馬武督山。去馬武督山嘅途中，我哋又遇到另一片杉木林。繼續向上行，就去到馬武督山啦。終於到咗呢個三角點，編號8278。就向住馬武督山嘅西南方進發，旁邊有條新開嘅竹林路，可以落返去六曲窩道路嘅出口。然後沿住馬路返去起步點，就完成我哋今日嘅行程啦。